各位同學午安，歡迎收睇今日開平電視台嘅節目。我係小記者六 C 班何曉欣。上個星期係學校嘅禮貌週，各位同學一入學校門口就可以見到一班禮貌大使同大家打招呼。其實除咗禮貌週，平時都要注重禮儀㗎。而今日就會進行體育禮儀急口令高小組比賽，不如重溫一下陳傳勝主任教俾大家嘅急口令內容先。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人讚，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二，公平競賽奪錦標。今日小五及小六各班會派出一位同學參賽，會以1對1嘅形式進行淘汰，爭入4強及決賽，直至誕生最後嘅冠軍為止。好啦，各位喺課室嘅同學，預備好為參賽者打賽未？我哋而家交返時間俾小記者六 C 班吳正彤。唔該晒曉欣，我係小記者六 C 班吳正彤。一陣佢哋會以1對1嘅形式對決。首先講完急口令並且按下紅色按鈕嘅同學就會勝出。好啦，首先請六 C 同埋5 B 嘅代表。準備好，3、2、1，開始。比賽形式不盡，勝不驕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人讚，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二，公平競賽奪錦標。好，勝出嘅就係六 C。跟住就請5D 同埋6A 嘅代表。準備好，3、2、1，開始。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，敗不餒，人讚，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二，公平競賽奪錦標。好，勝出嘅就係6A。跟住請5C 同埋6B 嘅代表。好，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比賽輸不重要，良好風度人人讚，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第二，公平競賽奪錦標。好，勝出嘅就係6B。跟住請5A 同埋6D 嘅代表。好，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人讚，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公平競賽奪錦標。好，勝出嘅就係6D。好，而家已經有4強對決，而家有請6C 同埋6A 嘅代表。好，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人讚，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二，公平競賽奪錦標。喂，嚟！好，勝出嘅係6A。好，跟住有請6B 同埋6D 嘅代表。好，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人讚，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二，公平競賽奪錦標。好，勝出嘅係6D。而家係有進行決賽嘅2位，分別就係6A 同埋6D 嘅代表。好，準備3、2、1，開始。比賽贏輸不重要，勝不驕，敗不餒，良好風度人人讚，欣賞同齊技高超，友誼第一，比賽二，公平競賽奪錦標。好，勝出嘅就係6D。我哋一齊用熱烈嘅掌聲恭喜今日嘅冠軍同埋每一位嘅參賽者。而家有請余副校長頒發俾得獎者。係，恭喜晒！好快喎！頭先比賽得非常之激烈啊！我而家成個腦都係急口令。
我估課室嘅同學應該都好想參加埋一份嘅啫。咁樣千祈就唔好錯過下星期2嘅體育禮儀急口令比賽啦。下個禮拜將會輪到小3同埋小4嘅同學參加。約定大家下星期再見。拜拜。拜拜。預備1、2、3，開